总统赖清德上任了后，第一届执行死刑。赖总统表示，死刑并无违宪，是依法执行。美国前总统 Trump 想要甲格陵兰贝落来掌控罗西亚，和中国军方的周边海域来确保美国的安全。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戴珍。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赖清德政府上任了后头一届执行死刑，甲死刑犯黄玲凯枪决。这是汉华法庭宣布死刑大条件合宪以来第一例死刑执行。赖总统今仔日亲身回应，讲死刑并无违宪，是依法执行。法务部嘛解释讲，这黄玲凯犯刑严重，已经无理由来申请非常上诉。恶人有恶报啦，害人有歹害报，所以司法好这公道。犯下警杀案的黄玲凯，向枪决的这时阵，王爸爸将有手面啊，将这被害者家属、其后甲查某囝拢杀害，希望向手上刑场，安尼一等就是将近12年的时间。根据司法院宪法法庭的判决，死刑是合宪的，并没有违宪。因此，我非常希望社会大众能够支持法务部依法行政。同时，我也要向受害的家属表达慰问之意。这么多年，大家辛苦。总统赖清德慰问被害者家属，这是伊上任了后头一摆执行死刑，也是死刑实现了后头一摆的死刑执行。验过关押37名死刑犯，为安怎是黄玲凯身边执行的？尊重最高检个案的一个非常上诉的一个审核的一个结果来执行的，没有其他的一个任何的特殊的考量。法务部讲，敢若记到最高检的电报，黄玲凯已经无非常上诉理由，包含伊的犯罪情节是上介严重的犯刑，也符合宪判8意志。终审判决时，有辩护人到庭辩护，法官一直判决定上介严重的停诉，加上即阵无正伫进行的司法救济停诉，也若头一摆签准死刑执行令的法务部长陈明谦也强调，一切依法执行，无政治考虑。其他的36名死刑犯，必须要等到最高检这个总长审核完毕之后，如果有不符合非常上诉事由报警本部之后，本部才会依法接续处理。其他的36名死刑犯是否法度得到非常上诉，也是面临枪决。最高检也伫答案逐项来审查。法务部也搁再说明，整个执行过程拢是执行检察官依照加加行刑法则规定来进行，无所谓的有定枪决的时间。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等咧审议，国民党的立委陈玉珍提案要甲公司23亿预算拢总抬了，引起影视界甲文化界抗议。若国民党团表示，经过协商，因提案要抬23亿，要改做抬1/8，也就是2300万。只有你在那边用意识形态在毁掉我们的公共电视。民进党7个教育文化委员会立委。因为不满国民党立委陈玉珍个人提案，要甲公司23亿的预算拢总抬掉，所以陪同包括王小台等等几个导演、编剧甲影视工作者去立法院表达因的心声。不过陈玉珍常常出现，双边就安尼起配面，一句来一句去。你到杨立洲导演的脸书来问我们参与的，然后要我们公开我们的名单。你们都公开了？不好意思啊。我也是里面其中一位，我叫陈世杰。好，请记住了，你的组织还没过来，所以你现在就要开始搞什么组织？大中国那边的组织，意识形态。我要为3预算而3预算，请你用心来了解我们这个影视行业好不好？我们影视行业现在是一个寒冬，很有可能2年后就泡沫化了。我就是因为这样才不爽，我没有说是蓝绿。这个提案引发影视界、文化界甲学界人士的反弹。导演杨立洲甲杨雅德等人讲，要投入制作大罢免宣传的影片。也若国民党团16开会协商沟通，尾也整合几个委员的意见了后，决定把提案修改做抬1/8，也就是抬2300万的预算。在预算程序上，我们本来就会去整合不同委员的相关的提案，然后做出最后的结果。那么我们会把公视的23亿的补助预算删除1%，而且即使到现在为止，
一直到最后我们的表决，我们对于相关的预算都仍然有修正的可能。昨天文化部有来找我沟通，老百姓的血汗钱是这样在花的吗？然后民意代表难道不用监督预算吗？我认为我做对的事情。针对公司的预算，民众党团强调讲，因并无提案要全部裁掉，嘛无支持相关的提案，干那针对台湾 Plus 的预算提出冻结。公司新闻台北报道。来关心国际新闻，以色列和哈马斯总算达成协议，打算为1月19开始先停战6礼拜，交换人质甲战俘。不过，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伫咧到1月18才要表决这个停战协议，甚至以色列这边咧目前是要求咧继续轰炸加沙地区，尚无有86个人死亡。这协议敢有法度顺利进行，凡事会有变数。医护人员替伤者高伤，也阁有软桥杀重伤的患者到病院急救。虽然以色列甲哈马斯15宣布达成停火协议，109有效，不过加沙当局表示，为停火协议宣布以来，以色列也持续空袭加沙，进前24点钟已经造成86个人死亡，而且以下停火也阁有一寡代志，因为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指控哈马斯想要伫最后的时阵改变协议内容，因为安尼延误内阁会议，18才会表决停火协议。以色列极右派的国家安全部长班吉维尔，阁威胁若做批准停火协议到清时。אם המלחמה בחמאס תחודש, וזה מה שאמרתי ממש לפני מספר רגעים לראש הממשלה, אם המלחמה תחודש לשם הכרעה ומימוש מטרות המלחמה, אנחנו מבחינתנו נציע לשוב לממשלה. 纳坦雅胡的执政联盟当中，班吉维尔的犹太流浪党占60席，不过伊嘛表示未并导纳坦雅胡。虽然美国总统拜登伫记者会拒绝甲停火协议的功劳，拢算予准总统川普，佮回应讲是咧滚酸笑心。不过学者分析，两个人拢应该为这项协议得到懊恼，而且川普的恐吓甲强硬的策略，互人证明是有效的。President Trump's pressure has clearly played out in a productive way because we know now that the deal or the semblance of the deal is quite similar to what has been on the table since May of 2024. And it's clear that there is a Trump effect. 因为美国伫要政权轮替，重要官员拢发表个别演讲，国务卿布林肯16个发表，刷起独立记者闹场，抗议美国援助以色列伫加沙进行消灭种族。Respect the process. We'll have an opportunity to take questions in a few minutes. Wasn't the point of the May 31st statement to block the ICJ orders? He blocked the ICJ orders. 抗议者到尾啊，甚至互安全人员强赶出去，现场煞充满真热闹的气氛。自从加沙发生冲突以来，拜登政府一直互人质疑。美国近来到全球各国针对以下冲突的立场矛盾嘛愈来愈明显。公司新闻郑伟仁编译。美国前总统 Trump 这个月20要正式就职。Trump 自2019年做总统的时，想要甲北极圈的格陵兰买落来，去互丹麦拒绝。不过 Trump 依然无放弃。今年第2届执政 ，Trump 放调讲要利用经济施压，甚至是武力来威胁来控制格陵兰。到底这格陵兰有偌重要？是安怎 Trump 想尽办法要得到手里？那个格陵兰确定咧地图中央，其实就会当发现关键。第一，因为全球暖化，这北极的冰涌起，未来可能会出现新的水路。欧洲和美洲之间上底路线定着就会经过格陵兰。第二，罗西亚和中国嘛上准即搭想办法要发展。美国若想掌控格陵兰，就会当掌握因的行动，包括战机、佮有军舰的行踪，来确保美国安全。而且美国伫咧格陵兰有一个太空基地，顺势来发展军事，对美国来讲是上好的。毋若是战略的地位，格陵兰嘛有稀土这项资源，美国若会当甲摕到手，都毋免搁靠中国来供应。总讲一句，掌控格陵兰对美国来讲，绝对是有好无歹。位伫北极圈内底格陵兰80%拢互冰雪砍掉咧，就是丹麦海外驻地领地。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即要第20就职，不过最近积极展现对格陵兰的兴趣，而且也想要用武力达到目的。丹麦总理弗瑞德里克森伫19甲川普通电话来沟通，讲只有格陵兰会使决定家己的未来，并且认为讲川普要处理这个格陵兰是认真的。
Og som formand for Naalakkersuisut, Moshe Edø har sagt, så er Grønland ikke til salg. USA er vores absolut tætteste allierede. Vi vil altid gerne arbejde tættere sammen med amerikanerne. Det gælder i alle forsvars- og sikkerhedspolitiske spørgsmål. Det gælder også Nordatlant.因为格陵兰的地理位置真特别，川普有意伫格陵兰加强军事部署，就出来严密掌握中国俄国军方的经过周边海域，来确保美国本土安全。再来，格陵兰拥有高科技产业不可欠缺的稀土矿藏，也有无石油甲天然气。若是有这个格陵兰稀土的开采权，对美国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两个人通话大约45分钟，无针对格陵兰问题达成结论，敢若同意继续保持对话。川普也无公开讲到通话内容，而是伫社群媒体转达一篇2019年的民调结果，内底显示68%的格陵兰人支持脱离丹麦来独立。弗瑞德·里克森也向川普强调强化北极安全的重要性，讲丹麦对着美国增加伫格陵兰军事部署是保持开放的态度。另外，中国电影平台抖音的海外版 TikTok 伫美国的禁令会伫19生效。有专家预测，若是美国禁止 TikTok， 中美的紧张局势佫清悬，拜登政府晚向无爱执行禁令，交予川普政府来决定。华盛顿邮报指出，川普考虑伫上任了后发布行政命令，暂停60到90天执行 TikTok 无爱卖就禁的法案，予 TikTok 有时间来找其他解决的方案。因为川普也已经邀请 TikTok 执行长周受资来参加1月20的就职典礼。另外一方面，根据气象预报指出，川普20就职典礼迄天，华府地区的气温会比往年同期零下1度的平均温度较低。由北极风暴发威，20上悬温只有零下6度，而且也有强风，是1985年已经过身的美国总统雷根第2任就职的40年来总统就职日上低温的天气。国际新闻，沈乐培编译。Trump 第2届选调总统，美国科技业的头人甲大好野人嘛拢挂过来。现任总统拜登发表热任演讲的时，就警告讲，美国未来会成做大好野人掌控的世界。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亚马逊的创办人贝佐斯确定会参加 Trump 就职典礼。苹果的执行长库克嘛已经亲身和 Trump 见面。另外，特斯拉创办人嘛是 X 平台执行长马斯克，伊自竞选的时就支持 Trump。连 Meta 执行长萨克伯格嘛转向 Trump 改变 Meta 信息推送限制，因为 Trump 下骹已经都有媒体公司啊，即马个 X 平台甲 Meta 徛做伙，外界都烦恼 Trump 上任了后会掌控社群媒体。I will not let you down. America's future will be bigger, better, bolder, richer, safer, and stronger than it has ever been before. God bless you and God bless America. Thank you very much. 美国候任总统川普特别伫当地时间1月20正式就职，和顶一届科技头家和伊保持距离无同。即摆川普选赢了后，美国科技业的这好野人拢抢要和伊交叉。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除了川普选战期间的大金主，特斯拉的创办人马斯克、Meta的执行长萨克伯格和亚马逊的创办人贝佐斯拢会参加就职典礼，而且坐伫上明显的位。伫这进前，包括苹果的执行长库克、OpenAI 执行长奥特曼、Google 的执行长皮加和共同创办人布林等人，即摆因是拢亲身去到海鸥总园和川普会面拜码头。另外，最近正受到全球注意的一个新闻，是捌封锁川普面册的萨克伯格宣布会取消第三方事实的查核政策，伊的理由是内面有伤侪政治偏见。So we're going to get back to our roots and focus on reducing mistakes, simplifying our policies, and restoring free expression on our platforms. More specifically, here's what we're going to do. First, we're going to get rid of fact checkers and replace them with community notes similar to X, starting in the US. 对这科技大头向川普迄边挖过去的趋势，史丹佛商学院的教授迈尔霍特拉讲，伊和同事捌伫2017年做的调查发现讲，科技头家的政治立场，包括同性婚姻、拍体还是税收的议题，大多数拢和民主党较相共。不过，伫反对监管方面却偏向共和党。川普伫减少监务和减税，才会对企业发展较有利的路线，有可能就是互这科技大头转向的主因。包括 Meta、亚马逊、麦当劳和连锁超市沃尔玛，拢伫川普去年选赢了后，陆续宣布放弃企业内部的多元政策。其中，亚马逊的创办人贝佐斯，嘛是华盛顿邮报的头家。Hi everyone. As you can see, I'm not just MAGA, I'm dark MAGA.
伫所有科技大头内面，上受到注意的应该就是马斯克。伫美国总统大选期间，马斯克就积极替川普咧护选，大手笔开2.59亿美金，合大票84亿来支持川普，变作伊身躯边的红人，搁要来领导未来的政府效率部。公司新闻张如平编译。美国太空公司纳什起源的火箭新格伦号第一届试射，虽然第二载的火箭有成功入去轨道，不过第一载的推进器回收失败啊。那 SpaceX 的青蓝是第7届来试飞，因第二载的火箭飞出去了后，信号异常，伫咧加勒比海空中爆炸。这是伫加勒比海大托克岛度假旅客伫当地时间下晡4点50多分所翕到画面。飞过暗头天顶的毋是流星，而是 SpaceX 星蓝载运火箭的第2载，升空失败，中火大气暂时残骸小气的情形。时间转来到翕这个画面，大约18分钟进前 ，SpaceX 公司的星蓝伫美国中部时间10日下晡，对地球南部的基地发射升空，一开始拢是真顺利。头一载推进器也按照这个计划成功登来地面，由发射台的机械手骨接掉咧。也来第2载太空船原本应该伫90分钟的次轨道飞行了后落到印度洋，也过2载火箭分离了无偌久，第2载就出现信号无正常，次轨道的起飞宣告失败。For Starship, the total vehicle did have an on-time liftoff at 4:37 p.m. Central Time from the launch pad just behind us at Starbase Texas. Gorgeous ascent and successful stage separation. The booster pushed the ship off, the ship disconnected during that stage separation. The booster came back for a successful, the second ever booster catch at the launch tower. 时间到向前15点钟左右，纳什起源公司的新格伦号载运火箭对佛罗里达州卡纳维尼角升空。这是新格伦号第一摆拖延了后头一摆试飞，时间是美东时间10日透早2点03分，12点5分钟了后就传来第2载火箭成功进入预定轨道的信息。纳什起源和 SpaceX 做法，伊会使回收的头一载推进器来降低商业太空发射成本。不过预定降落伫海外无人船只计划，一摆并无成功。相反对完全无关的行业跨入太空领域，纳什起源公司被看作是 SpaceX 有力的竞争者。不过，甲新格伦号同等级的猎鹰大型火箭已经有一摆成功执行任务的成绩。国际间也有更加多后来真优秀公司，以往属有太空产业新兴的纳什起源一定爱搁再加油。公司新闻，齐嘉玲编译。西班牙的加泰隆尼亚有一间老餐厅开500年啊，因为16世纪就开始服务人客。伫咧当地档案馆会当找到文件，证明这间餐厅伫咧1524年创立，较早是一间农舍。巷外顶的肉肠伫巷，总铺伫大型火炉前料理美味的餐点。这个伫西班牙加泰隆尼亚一间历史真久的餐厅，一栋古早式的建筑，伫皮诺斯山坪顶，有人专工来，希望会当了解这间有500年历史的餐厅。It's 500 years old, yeah, and that's I wanted to show them to my kids from Holland and from Sweden. 伫一间外笋的石壁顶有刻古早的加泰隆尼亚文字，是伫西元1677年，离即嘛超过350年历史。头家斯格雷真得意讲，伊为2002年接手经营，真荣幸会当成为历史的一部分。Sabem que està obert des del 1524 perquè hi ha documentació de tots els anys, vull dir de tots els segles. Del 1524 hi ha aquest document, després ja va sortint documents del 1500, surten documents del 1600, documents del 1700. Lògicament, del 1800 hi ha molta cosa i de 1900 ja que es veies tot. I com que hi ha documentació de tots els segles... 这间古早餐厅当地历史原来有记录。当地档案馆的资料显示，一个查甫人伫1524年，甲亲人伫农舍开这间餐厅，为17至21世纪的文献，拢持续有营业记录，所以当算出餐厅营业有500年。Bé, doncs sí, teòricament ha funcionat ininterrompudament pel fet que s'ha trobat en diferents moments del temps referències a ell. Ara, ininterrompudament, aquest és el gran dubte. Segurament sí, però no es podrà dir mai. 目前今次世界纪录还未认证这间餐厅的地位，可能是因为规则的问题。因为当代认同的餐厅概念，伫16世纪的时阵也未出现。当时的旅馆都是住宿甲厨房做伙，是为了疲劳的朝圣者甲旅客提供休困甲食饱的场所。爱到18世纪才出现敢卖料理的餐厅。公司新闻田伟仁编译。
有2000年历史的罗马竞技场，但年游客拢有上千万人。这网络订房的平台 Airbnb 打算今年5月要免费招待32个游客参加主题旅游，互因体验伫咧竞技场食饭甲对战。不过，民众批评这古迹毋是游乐园，这款做法无妥当。神龟建筑这部电影伫咧让24年了，阁有续集，电影票房也袂歹。结果热潮也拓销到旅游市场。到处平台 Airbnb 加罗马竞技场可讲远距合作，按算伫咧2025年5月推出神龟建筑电正式主题旅游。宣传活动影片内面讲，若抽到免费招待行程的16位旅客，会当阁带一个人，伫暗时大门关起了3点钟内，伫竞技场食暗顿，近距离感受古罗马竞技场的景色。会阁人穿电影神龟建筑内面全套的戏服，行历史记录的地下路线入去竞技场，摕道具武器，大家做阵互相模拟剑道。Airbnb 主办过无共主题的定情式旅游，2023年年底，甲芬兰贸易观光部门合作推出去耶诞老人村大行程，免费招待一家伙仔4个人的家庭，连续3暗大食拢免钱，也捌搭配百老汇歌剧魅影最后的演出，互游客带入去巴黎歌剧院包厢所改装的房间。在过去2年 ，Airbnb 开差不多大票3.2亿，在欧洲各种顺利系列行程的规划，目的就是要保存并且推广历史文化。因过甲竞技场可讲远距的合作，却引起罗马政界这番意见的论战。意大利总理梅诺尼所属的极右政党兄弟党支持这项合作案，认为会当为国家带来真侪观光财。因过偏左的民主党员福奇斯批评这项活动甲罗马变做迪士尼乐园，经欧盟议会议员斯梅瑞和利欧也反对，民众看起来也无啥支持。Lo so, questa è una cosa che ovviamente crea, diciamo così, ancora ulteriore, come posso dire, da parte di queste grosse agenzie comunque una presa del territorio, no? Quindi si iniziano a toccare anche monumenti sacri come ad esempio il Colosseo qui a Roma. 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陈怡珍，后礼拜一咱再会。